受到风台影响，今仔日到暗头6点为止，国内线的航班拢总取消226班，国际线取消41个机班。台铁的部分花东线、南回线的列车是全面停驶，列车过道了后，西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嘛拢停驶。真侪民众去到车头才知影无车通好坐，台铁嘛赶紧宣布要恢复来回台北、花莲2个车帮到载旅客。 对于松山机场国内线电子航班扛棒顶面，会则清楚看到，车三几天无论是飞往台东，也是离岛的金门、澎湖、南北间的航班，拢被取消。报道柜台的柜拢空空无人，有澎湖科大学生原本下晡要提前飞往澎湖，无想到拄到风台，只好先退票。 要去澎湖科大报道，提早就是今天要去澎湖，刚刚办对票。海葵风台来势真凶猛，拍乱国内交通。台铁局为了疏运东部旅客，12点24分加开像那往花莲的列车，花莲往台北列车是12点18分发车。早起花莲车站卖票大厅，有真侪旅客要来换票，也是买票。有真好运的旅客，拄好买到最后一班火车的票，会使顺利登来台北。刚刚买到这班，刚买这班，你知道这班是最后一班了吗？ 目前看来是这样。不过也未少人排到柜台时，知影讲已经无车票，因为台铁应该要提早来公告。他说现在开始，花莲火车站没有任何往北上的任何火车，所以我才说你要公告啊，不然其他人在排假的哦。相关的情况也发生在台东，有一寡旅客想要坐火车，却是唔知火车无开。我唔知啊，唔知啊？没有啊，全部都无使啊？全部都袂使啊。 因因愈暗，风雨愈强，台铁宣布车3、5后西部干线对号列车全部停开，东部干线大部分也阁有南回线规工是取消。部分列车看风雨情况调整，民众要注意上新的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